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今仔日用一个真特别的题目，叫做《难民哀歌》。听起来亲像是一个无介好的题目。太用这种题目放伫今仔日咱所要纪念的感恩节的中间。我想，这对我来讲是第一摆用这种遮尔沉重的题目来做题目。但是咱来看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34篇，咱通拄仔所读伫诗篇34篇第1节、第2节中间，伊所讲的，我顶悬是汉字和合本，我读的是迄个白话字。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，学乐伊的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嘴。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我想你若看即个诗篇34篇第1节、第2节，这是一个看到伊伫遐咧学乐感谢的，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。哇，即款的口气，就亲像我真正是对耶和华上帝得到真济好处，我逐项拢无欠缺，所以我学乐，所以我感谢。然后第2节伊讲，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。哇，我的心因为耶和华上帝赏赐我有够济。赏赐我有够业，所以我要因为我的上帝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要欢喜。我想，这亲像是一个心情真好，所出对心内所出欢喜而乐的诗歌。但是你若去看第3节，第3节更较特别。第3节伊不只是心欢喜，伊阁去甲其他的人讲：你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。三甲尊伊的名最悬，毋是干那我学乐尔呢？我学乐了，我阁要甲我边仔的人讲，毋是我学乐尔，咱做伙学乐。因为即个上帝啊，真正是有够好，有够好的好甲无学乐袂使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，好甲会达志，好甲会达志。达志到底啥物意思？其实我毋知影。安尼。答一声，叫做好甲会答进。我想真济时，咱的生活顶悬就是安尼。哇，你若是岁末酬宾，迄落去抽签，然后迄个啥物啊？咱若是买艺啦，买艺抽签哦，若抽到大奖，你会安那？哦，感谢主哦，有够欢喜的！我今仔日抽到一台冰箱。这实在有够赞的哦！这运气有够好，上帝有够听话。有时咱在开车，毋知你有即个经验无？开车你明明知影即阵是有够客、有够济人的时，结果你车入去停车场的时，拄一只车伫你的头前开出去。哇！感谢主，够好的啦！哇！拄在烦恼，毋知车位要佗找，上帝就备办。咱会为着遮个事来欢喜，咱会为着遮个事来感谢。一首诗歌，敢是亲像嘛安尼？伫伊欢喜，伫伊得志，伫伊得势的时，伊大声学乐讲，毋是干那我学乐尔，你甲我拢做伙来学乐耶和华上帝，因为伊实在是好，伊实在是顺。大笔敢是伫即种的情形内底写即篇诗篇34篇？毋是。大笔写诗篇34篇的时，是伫伊人生上界落魄的时。落魄到啥物程度呢？第4节伊讲：我捌求耶和华，伊就应我，救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。然后伊阁讲：伊举头看伊，就得到光明，伊的面永远袂见笑。伊用即种的心情来讲，我若来找耶和华的时吼，伊就应我，伊对我足好，伊回应我的恳求。若是安尼，大笔到底是咧恳求啥物？事实上，大笔伊伫以色列即个民族受到撒母耳的抹油做王，但是伊抹油做王了，伊亲像是真好。若用咱的话就叫，迄叫做迄叫做继承人啊，迄个国家的继承人，
也是迄个企业的继承人。哦，迄已经名拢属伊啊，迄财产规个拢已经跋过伊遐，拢毋免烦恼，就是伊个。哦，用即种的态度来领受讲，伊后摆要诚侪以色列即个国家的国王。这应该是一个真欢喜的事，但是啊，真可惜，故事毋是安尼演，即出戏毋是安尼搬。事实上，当伊抹油正做以色列要未来王的时，扫罗要甲杀，扫罗要杀伊。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，甚至约去到山洞内底，要来杀即个大笔。结果伫即个中间也真趣味，有一个人伫暗中一直咧甲帮赞。我即摆知影，我有写，啥物名？用拿单，这啥物人？扫罗王的囝。扫罗王的囝用拿单伫即个中间，伊愿意帮赞即个大笔来走。即个大笔足可怜，伊伫旷野内底安尼走，安尼倒，然后你会当去看，伫撒母耳记上悬，伊记载着伊一个人来到伫祭司希米勒的所在。即个希米勒是祭司，看到大笔雄雄来，全行一条，讲哇，你毋是迄个？所竞选准备要成做以色列的国家的王吗？迄个大笔吗？你哪会伫遮？结果即个大笔甲讲啥？伊甲讲哦，你有物件人食。伊毋敢甲迄个希米勒讲，扫罗王要甲我杀。伊敢若伫迄个中间枵甲挡袂牢，甲即个希米勒讲，你有饼人食，你有物件人食。即个祭司希米勒甲讲，我无物件通互你食，但是有桌顶准备要奉献互上帝，供奉，要供奉互上帝换落来旧的饼，一礼拜爱换一摆，还是逐工拢爱换。然后迄个旧的饼换落来时，伫遮，你买无？即个大笔甲讲啥？买啊！袂咯，当然嘛袂咯，我枵到要死啊！你今仔日阁有吞哦，我嘛考虑要甲吞落啊，因为伊去互扫罗王对杀，所以伫迄个中间就摕迄个饼，食迄个圣饼。这就是咱后来，咱伫马可福音查经班的时，是毋是有查到一段法利赛人去指责耶稣伊的学生是安怎无洗手？其实毋是法利赛人，是迄个加西的约翰的门徒去问耶稣讲：是安怎你的学生无洗手？结果耶稣甲讲啥？讲大笔伊嘛是食迄个圣饼，所以毋通固守伫咱有的迄个传统的概念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大笔食迄个圣饼了后，故事毋是安尼就结束。伊阁问迄个希米勒，伊甲问讲：你遮有刀啊？你有武器无？即个希米勒足奇怪，你即个以色列的战士，伊去互讲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笔杀死万万的即个人，既然含刀啊就无，即个希米勒转甲伊讲，若武器是无啦，但是阮遮有一支刀啦，迄支刀就是当初时你杀死歌利亚所留落来迄支刀啦。问大笔买无？大笔讲啥？袂。搁较丢脸的武器，我嘛摕。亲爱兄姐，大笔是伫即种的情形内底，写着今仔日咱所读诗篇34篇。咱若搁对头搁看一摆，咱看好阿本的，我用白话字来读。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，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。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就要欢喜。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，三甲尊伊的名做大。到第4节，伊讲：我捌求耶和华，
伊就应我，救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。伊抬头看伊，就得到光明，伊的面永远袂见笑。大卫伫即种的情形下底，写出诗篇34篇，迄是伊心上界艰苦。你看即幅图，伊一边是摕着饼，另外一个摕着的是歌利亚的刀。迄毋是一个光荣的代志，一个战士，你无家己的刀，你着搁举对敌的刀，然后才要来才有通相战。但是即个故事还袂了。当伊离开希比勒，摕着歌利亚的刀了后，伊转走去非利士人一个王的名叫做加特王亚吉。若是伫撒母耳上卷，伊所记载的名是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。但是事实上，亚比米勒即个有可能是一个尊称，毋是伊的名，伊的名叫做亚吉，即个名叫做亚吉。然后伊走去到即个非利士王的面前的时，有人认出讲，即个毋是大饼吗？这是咱的对敌大饼呢，就是迄个扫罗杀死千千，大饼杀死万万的迄个大饼。然后呢，上界可怜的是，大饼因为惊即个亚吉王甲杀，所以转伫王的面前装笑，互人看去讲，即个大饼王，伊无正常啊，伊是一个笑的。那根据撒母耳记上卷伊的记载，就是伊安尼激空空，然后流喙烂，喙烂就搁流到虎手，流喙烂，伫安尼激空激笑，然后互即个加特王感觉讲，即个到底是啥物人？这较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大笔的，无可能啦！这一定毋是伊啦，这是一个笑的尔，赶出去。大笔因为安尼。才有通逃走。伫中国的历史内底，嘛有一个激空激笑，然后才逃出来。一个叫做孙膑，一个叫做庞涓。我毋知有读毋对，即两字我拢庞涓啊，读庞涓吼。即两个人其实因拢是拜伫鬼谷子鬼谷子的门下，两个人拢是一个足强的兵事战略家。结果即个庞涓因为嫉妒即个孙膑，转甲伊害，害了吼，甲伊的膝盖骨即个骹的头壳碗即个骨，甲削起来。所以即个孙膑后来就袂惊，然后搁伫伊的面插字，就是甲侮辱就对。一直到安尼，又搁要甲抬，结果即个孙膑转伫迄个中间，激空激笑。拄好甲即个大膑所做的一模一样，然后才逃出伊的师兄王冠的手头。即个大膑嘛共款，伫即个中间，伊激空激笑，然后伊逃去佗？逃去阿杜兰洞。即个所在现在是以色列的国家公园。咱中间若去过以色列的，你真有可能会去即个所在。即个所在真水，伊有。然后人去过你可能也知影阿杜兰洞。当初时，当大膑对即个加特王亚吉的所在逃走出去了，拢总400个人军队大膑，即个400个，即400个是啥物款的人？壮士吗？有钱人吗？有地位的人吗？拢毋是，即400个人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即400个人就甲大膑共款，拢总是随尾逃人一个，无缀人走，全走去即个阿杜兰洞。亲爱兄弟，咱看到大膑今仔日伫咱所读的即个诗篇34篇内底，伊一直咧写俄罗上帝。伊甲伊家己的心声讲，爱因为耶和华来夸口。伊伫遮写讲，我捌求叫耶和华，伊就应我。但是这毋是
大笔伫遐求讨上帝，然后互伊得到大乐透，嘛毋是因为伊伫遮求讨上帝，所以互伊人生一帆风顺。毋是因为伊伫遮有信仰，伊伫遮有学了上帝，伊伫遮掠上帝做大做王，所以伊伫遮一凡事顺利。毋是，当伊写遮的诗篇的时，是伊人生上界悲惨，是伊生不如死。你讲伊准备要继承一个以色列诚做伊的公业哦，但是事实上，伊走路都袂好，伊家己走路衰尾就算啦，佮400个人走去对伊。你若准即400个人是要去，然后要保护伊哦，毋是啦，即400个人嘛要找大笔，我嘛足衰，你会当甲我帮衬袂？所以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即401个人，就伫即个阿杜兰洞内底，经过因人生上界悲惨的一段。第6节，伊讲，即个困苦的人求救，耶和华听见。毋是好命的人求救，耶和华听见哦，是困苦的人求救，耶和华听见，然后要救伊脱离伊一切的患难。亲爱的兄弟，今仔日到底什么人在求救？你看无即幅图是啥物货吗？你看到啥？一只豹。搁一只，应该是羚羊，即只羚羊去互即只豹食去，然后叼去树仔顶。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翕的，即个查囡仔嘛真勇敢，真敢死。这伊翕的哦，伊摕相机翕的。阮从来毋知影伊会翕相，结果伊翕着几啊张相片。我全甲伊讨。耶和华所听的是困苦的人，耶和华所救的是伫患难中的人。我想这是大笔伫伊生命中间上界悲惨的时，伊唯一相信的。伊相信伫迄个中间，就算讲伊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伊也犹原要有上帝诚做伊的牧者，引带甲带领。我想，大笔是伫即个心情的中间来经过伊上悲惨的。伊伫所行的路顶悬，到伫第10节，伊讲啥物？伊讲狮仔顿有欠缺有枵，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缺啥物项的好。含狮仔做一个狮仔，嘛有枵的事。但是超找耶和华的人，无欠啥物项的好，你逐项好，你拢无欠。但是这个差别伫倒？明明就咧走路啊，你甲我讲好处拢无欠。明明就是去互追杀啊，你甲我讲我毋免惊。明明就是伫即个中间来看见我一生太遮坎坷、遮可怜、遮危险。但是你甲我讲要感谢上帝，亲爱的兄弟，你敢感谢会出来？大笔伫即个期间，逃亡拢总有8年的时间。伫即8年的时间，伊拢总写有46篇的诗篇。大笔的诗篇拢总73篇，其中超过一半是伫即8年的中间所写。咱今仔日会疑问，上帝啊，你到底对我的人生有甚物款的念力？你甲我讲，你要诚做我的王，保守看顾。但是今仔日我所拄着的，我毋知要安怎开喙。咱常常用讲袂出的吐气来向上帝表达：上帝啊，我真可怜。上帝啊，当我受苦的时，你在哪里？上帝啊，我敢毋是听你的人吗？
我检是愿意奉献，愿意军队，愿意伫信仰、伫人生、伫人格、伫我一生所有的，我拢用愿意服侍、奉献伫你的面前吗？但是你是安那犹原我拄着遮尔艰苦，我有对即点欠亏你，我有对即点做无够。上帝啊，我到底做唔着啥物？但是趣味的是，伫咱所读的遮个诗篇内底，咱并无读到大笔即款的埋怨，咱无读到大笔伫即个中间问讲上帝啊，我咧受苦的时，你在哪里？上帝啊，你讲你是疼的上帝，总是当我互人欺负的时，你在哪里？上帝啊，我认你诚做我的牧者，但是当我艰苦的时、行无路的时，你搁在哪里？大笔对头到尾拢毋捌有即种的话语出来，伊所有的只有伫患难的中间有搁较深的仰望。咱只有伫即个中间来看到大笔，因为伫逃亡的中间，才真心来体会什么话叫做疼，什么话叫做好，什么话叫做稳定，什么话叫做灵敏。大笔伫经过死荫的山谷了后，才真正学会晓感谢甲知足。大笔只有伫伊人生所行过上界艰苦的时，伊才认真去找找伊的上帝。咱用大笔伫即段逃走逃亡的过程来讲，其实啊，伊也算一个难民啊。伊是甚物款的难民？咱头拄有讲到，伊本来伫即个祭司阿希米勒即个所在，然后伊走去佗，伊因为犹大国啊，迄个以色列国是扫罗王在管的，所以叫人要甲杀，所以伊走去佗，走去对敌的国家，即个是非利士人，是以色列的对敌，走去到迄个所在。看会当有政治庇护，结果人敢有甲庇护？无，嘛共款要甲杀，所以伊才搁一摆装痟的逃出来。大笔伫伊所行的路、所经过的路站，无一项是顺的。100年的中间，就算讲伊有机会会当伫山洞内底杀扫罗王，伊嘛无安尼做。但是对伊来讲，即种的过程，就亲像一个难民，伊行到什么所在，拢无受到接纳。伫以色列国内底，伊无受接纳；去到伫对国非利士人的国家，伊也无受接纳。亲爱兄弟，你嘛是难民吗？敢有可能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嘛诚做一个难民？咱敢有可能伫咱行过死荫山谷，无学会感谢甲知足的中间，诚做一个一直咧埋怨的人？难民有政治难民，我想这真容易了解。伫早期，台湾有真侪政治的难民。我嘛知影有真侪人，其中也走来加拿大，伫陷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就有一寡是政治难民的。但是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有可能伫咱所活的即个地球顶悬，诚做一个环境的难民。即个环境的难民，有可能是好，有可能互人无法度接受。比如讲，当咱规个地球温度开始咧热起来时，啥物会影响？冰，南极、北极的冰会扬起，然后水会涨悬，有个国家会消灭。但是听讲，我毋知真定假啊。听讲，若是伫咱中间的加拿大，有足侪土地会走出来，因为解冻。即款的情形伫挪威、伫格陵兰拢已经发生。因为本来伫永冻层内底，遐个袂扬的冰扬起啊，全开始会当种菜。但是今仔日，互咱上恐怖、互咱上
无形中无法度接纳的是，咱诚做一个人际关系中间的难民。啥物会叫做人际关系中间的难民？就是今仔日咱行到遮也无受接纳，行到遐也无受接纳。咱伫咱的人际关系中间，明明就是血浓于水，但是话讲就是袂过三句。咱有可能伫即个人际关系中间，诚做一个无法度受接纳，咱行袂出去的。即款的关系，互咱艰苦；即款的关系，互咱找袂到出路。即款的关系，毋是咱所爱，但是咱却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找出一个新的路。但是咱嘛有可能诚做一个信仰上的难民。即个信仰上的难民所讲的，毋是讲上帝无听你，但是是伫信仰顶悬，咱所信的无法度接纳，咱家己是上帝所听。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咱常常拢会提醒咱家己，上帝是好，上帝是听，但是无一定就表示咱有接纳上帝听咱。咱只有愿意讲，上帝啊，我有啥物货欠亏无够？上帝啊，我有做啥物货毋对？是安那你互我拄着遮个事？这毋是我会当决定的，但是却伫迄个中间来看见，咱真侪物件上帝咧埋怨，所以咱的心永远欢喜袂起来。咱伫即个中间无法度亲像大比共款，伫迄个上界艰苦，伫阿比米勒头前爱假空假笑，才会当存留活命的时，犹原阁会当上帝讲，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。咱真困难伫迄个中间来承认上帝是一个好佮慈悲的上帝，但是咱会练一个清单，讲上帝啊，我还阁欠啥？上帝啊，有啥物物件你无公平？上帝啊，有啥物物件我无欠你，但是你欠我？上帝啊，爱讨的物件太济，无法度讲尽。当咱用埋怨放伫咱甲上帝中间的时，咱就诚做难民。咱无法度出呵乐的声，咱无法做出欢喜的话，咱无法度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咱更加无法度来听见耶和华的声，心就欢喜。但是大比知，大比伊知影，所以你若看诗篇34篇，有真济伊所讲的，敬畏伊的人无欠亏一项。细囝啊，你着来听我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教示恁。但是上界重要的是伫13节甲14节中间，伊讲啥物？伊讲，着禁你的旨，无讲歹话。就算讲你拄着什物款的难处，毋通出埋怨的话；你的嘴唇无讲奸诈的话。无论你所拄着的是啥物，禁止你的嘴出埋怨的话，出奸诈的话。然后咧，伊讲啥物？伊讲爱离开歹行好，找和平，就爱对治伊。要弃恶行善，寻求和睦。一心追求，大比伫即个中间，用即种的话语来勉励咱，伊毋是伫迄个中间来甲咱讲，咱着爱用什么款的方法甲上帝来画巴拉克。伊毋是咧讲，咱伫即个中间要安怎会当通过信仰顶悬的追求，互咱人生一帆风顺。伊毋是讲是安那好人拢着活，歹人拢得到好处。伊所讲的拢毋是这。伊只有讲，当咱伫上界艰苦、上界悲伤、上界无法度掠家己所要行的路的时，上界无法度倚靠上帝的时，禁止咱家己的嘴毋通讲歹话，禁止咱的喙唇毋通讲奸诈话。无论你今仔日拄着有啥物物件，互你感觉上帝啊，你无公平。然后伫即个中间，大比甲咱讲。爱行好，爱对咱的上帝有仰望，爱伫行过死荫的山谷了后，
伫即个过程学会晓感谢甲珍重。亲爱兄弟，我无想要食做一个难民。当我去到一群人的中间的时，我愿意即群人是接纳我，我接纳即群人。我无想要食做信仰的难民。当我仰望上帝、恳求上帝时，我认定伊是好，伊是水，伊是值得落落的。因为当我的喙假使若出埋怨的话时，当我无法度认定上帝是好是水的时，我诚做信仰是顶悬的难民。我无想要诚做教会难民，因为我愿意甲即个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三扶持、三帮赞、三仰望上帝，是咱中间至好、至圣、至尊，牵咱行头前的路上帝。我无想要诚做家庭中间的难民，虽然昨下晡因拢总走出去佚佗，放我一个人。但是我的游玩伫迄个中间欢喜甲伊问：啊，你食了安怎，算了安怎？我无想要诚做我甲太太之间中间的难民，因为当我用歹话来对伊讲的时，即个关系就破裂。亲爱兄弟，你是一个难民吗？伫真侪人，咱中间真侪人的身份拢真特别，所以有可能真侪时伫台湾甲加拿大中间飞来飞去。若讲好的叫做你拢享受两边所有的特点感谢，但是恐惊有的人是飞去台湾受加拿大，住伫加拿大受台湾。因为当你的心无委身伫你所徛起的所在的时，你无法度享受上帝所予你的。当咱伫即个中间重新的检讨，咱是毋是伫即个世界是难民的时，咱检讨咱甲即个世界中间的关系。主啊，求你予我甲即个世界好好，甲教会好好，甲我的兄弟姊妹好好。甲我的太太好好，甲我的囡仔好好，甲我的老爸好好，甲我所无疼的人好好。因为当咱只有伫遮学习，无诚做一个难民，诚做认定耶和华上帝是好，引带咱行头前的路的时，咱才有法度亲像大卫共款，伫伊人生上界悲惨的时，悠然讲出：我要时时学到耶和华。学了伊的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嘴。愿咱今仔日伫遮咧少年感恩节的时，咱重新转来到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我要感恩啥？我要用啥物话诚做我的感恩？到底什么物件是水？毋是因为伊真正有水，还是伊无水？是因为我的心若无平安、无欢喜，我看出的物件拢无水。愿咱伫即个中间是三甲勉励做见证，上帝是好，伊是至圣至尊，伊伫咱的中间诚做咱的亏待甲帮助，所以互咱拄着咱无满意的情形，咱无欢喜的环境，甚至是互咱受苦艰苦着磨的时，咱犹原伫即个中间学习出学了耶和华的声。认定伊所做的一切，拢是要互咱伫遮来领受上帝伫咱生命所行过死荫山谷中间的平安，以及安静水边中间的感谢。愿咱三甲伫即个中间来学习，毋是用咱的环境有满意无满意，咱所拄着的条件有欢喜无欢喜，或是咱所有的物件到底是有互咱材料去甲人拼碰，毋是用这做标准，总是用咱信仰中间仰望上帝，因为伊是好，来决定我的喙所要出学落的声、学落的时光。
要决定咱今仔日伫即个中间要安怎继续来行头前的路。愿上帝的恩典透过诗篇34篇大笔所写的诗，搁一摆来安慰咱的心。当咱回过头，伫今年中间，你有偌济互你无满意的？你有偌济互你痛苦伤悲的？你还阁有偌济重担伫即个中间，还阁伫歹、伫重担的？主啊，感谢你，通过这所有一切的重担，互我重新学会晓感谢甲知足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向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摆咧阮的祈祷，因为阮知，阮的心艰苦，因为无达到阮的标准，阮的心有讲袂出的土气，因为阮真期待你会当头帮阮。阮伫即个中间，恐惊阮的嘴讲出互你无欢喜的话，所以阮特别伫你的面前来恳求，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。主啊，互阮伫阮人生所行的路，毋是用阮的欲望、阮家己所爱的来成做你束缚的标准，总是恳求你。伫束缚阮一切好的、歹的、稳定或是重担，拢互阮的心学习感谢。主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重新摆咧阮的心思意念伫你的面前，讲主啊，帮助阮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拢要学能上帝；无论得意不得意，我拢要感谢你无煞。求你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重新通过阮所纪念伫感恩节的中间，互阮教阮的心重新出欢喜感谢的话语。主，求你也互阮伫教会伫接续要选长老的过程，主啊，无论是阮所意爱，也是阮感觉搁减一开，阮拢认定这是你美好的旨意。主，阮的教会行到今，若毋是你恩典保守，若毋是有真侪听主的兄弟姊妹，阮早就透过一个风吹就无去。总是因为你的听，互阮还阁有一个所在，通用阮的母语三角来敬拜上帝。主，阮用这来感谢你，也用这来恳求你。求你更加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每一个人有愿意伫你的面前服侍的心志，互阮看无阮家己总是掠主上帝来诚做大，互阮伫军队中间学乐吟诗，感谢无煞。主啊，互这诚做阮人生的态度，诚做阮信仰模范，诚做阮伫即个中间，阮互相勉励学习的对象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通有机会甲你同齐道的时，阮要用你伫阮生命中间所享受的重担来感谢你无煞。阮要用你，互阮伫即个中间的目屎、痛苦甲磨练，来成做一项一项学落你无煞的物件。主啊，互阮重新对心内勇壮起来。愿掠你所互阮每一摆的试炼、挑战，拢诚做阮人生的稳定甲祝福。互阮伫遮有份甲你相齐道的时，就恳求你的神临到，安慰阮受伤的，加添快乐伫阮软弱的。祝福阮要诚做一个。保养你的名，因为你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是阮无煞。
主，我要向众人讲，到今耶和华上帝拢帮助我，到今伊拢无互我伫对敌的面前见笑，到今伊拢伫我对敌的面前摆设筵席。所以我要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用这诚侪感谢，诚侪懊恼，诚侪阮对你的限制。主啊，求你伫即个中间，固守用你的名所去做的生活，也圣化每一个阮伫即个中间参与、愿意奉献阮家己的心志伫你面前的人。特别要互阮伫即个中间，阮谦卑看无家己，总是独独委身伫你的面前的时，主啊，求你应阮，无看轻阮伫你面前的服侍，无看轻阮甘愿的心志，愿意伫你的面前受你差遣。主求你坚固阮中间，还阁有软者的，还阁有软弱的，还阁有伫所歹的重担中间在哀求的。主啊，阮知你听阮的祈祷，你决断无将这来成做阮一生的结束，反倒要用阮的重担，成做阮一生对你的懊恼甲荣耀。主求你伫阮的中间，甲阮徛起，求你互阮来看见你的怜悯施恩伫阮的中间。主，当阮甲你三甲做伙相坐倒的时，主啊，诚侪阮的牧者因带带领无煞，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